天较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开始，咱来关心中东的国家黎巴嫩发生大爆炸，首都贝鲁特共要规个轰炸掉变作平地，爆炸画面看了真惊人。目前知影上无有78个人死亡，4000个人受伤，死伤也在增加。爆炸威力真大，连240公里外的塞浦路斯嘛有感受到。初步怀疑应该是抗炸弹原料的仓库爆炸。 平顶城市出现香菇形状的云，几秒钟了后，又甲真厉害。就连翕影片的居民拢徛袂在，帅气就传出叫声甲哭声。I'm good. Come, police! 爆炸现场亲像灾难电影，现场的人讲就亲像日本长崎广岛原爆现场同款。中东国家黎巴嫩初时暗时7点，首都贝鲁特居民连续听到2声爆炸声，规个港口都市亲像被夷为平地。 سيارتي طاحت طربشت السيارة والإزاز أظن هذا جروح إزاز والسيارة بس هيك مثل هول صارت. 救护车来去，汽车大楼玻璃碎糊糊，有民众无助徛伫街路，有人是规面的火救援。目前传出数千人死伤，真侪消防人员失去联络。 入夜了后，爆炸现场依然拢是乌烟甲大火，附近病院常常有数百名患者，医疗体系强要挡袂调。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بلشنا نسمع صوت فرقاع، احنا فكرنا قلنا انه بركن على البورفيش كونتينر عم بيفرقع ومش قادرين يطفوه، ايه وشوي بلشوا طرنا. 目前爆炸原因也未确定，不过当局证实市区有一个仓库为自2014年开始放2750吨的玻璃布原料硝酸铵，而且无经过任何安全检测。黎巴嫩总统宣布贝鲁特进入2礼拜紧急状态。总理迪亚布是发表声明，表示无论如何会将该负责人法办。 بيروت منكوبة. لبنان مصاب بكارثة. نعم. إنها كارثة وطنية كبرى. المشاهد التي نراها تعبر عن المأساة وتحكي عن حجم المصيبة التي ضربت لبنان. 人口差不多700万，黎巴嫩新冠病毒疫情也无缓和，目前逐天也有上百新增加病例，也互经济限制危机。这爆炸互情况更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等下，咱过来关心各国立委集体收乌西这个案，民进党、国民党拢有立委防收押。民进党的立委苏进清、国民党的立委陈超明、廖国栋，甲泰流公司前董事长李兴良在内，拢总有7个人防收押禁见。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是以80万交保，防收押的人暂拢互警备车载去台北看守所。 测试暗时7点外，双手背靠立委苏进清坐去警备车。 了后，立委廖国栋也靠手铐紧行上车。泰流前董事长李兴良甲立委陈超明也拢无面对镜头，4人坐警备车去台北看守所。各会立委集体涉嫌贪污的案件，约庭审问53点钟，这是台北地方法院作出裁定。除了时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80万交保以外，其他被告全部拢羁押禁见。其中，民进党立委苏进清伊办公室主任易学勇，国民党立委廖国栋伊办公室主任丁福华，国民党立委陈超明，也有泰流前董事长李兴良，甲技术做白手龙的郭启明。 法官认为说，那这样子如果让他们在外面的话，他的这个串证的那个几率会非常的高。哦，那所以呢，就认为说，那应该要羁押，应该会有妨碍侦查的情形。法院认定苏进清、廖国栋甲陈超明身为国会立委，涉犯贪污金额真大，而且比对监听译文拢有无实在陈述的情形，阁无法度排除金流存有对价关系，涉嫌重大。而且即马网络通讯软体发达，较会避沟通交传，所以有羁押的必要。徐兴明是甲对方约好要交付费用，金额无清楚，就继续行为。 案情的部分我不能谈哈，好，不过我绝对没有问题。
检调查出真侪名涉案现金甲现金诋毁，是欠收泰流政负责人李兴良的乌西钱，协助推动修订公司法第9条所有条款，搁对经济部施压。李兴良是嫌自民国102年开始，透过郭启明等人送钱，其中苏振清上济超过2000万，另外是廖国栋超过800万，陈超明、齐永明拢差不多200万，总金额有3750万。不过这几位涉案被告伫接受讯问时，全部拢无承认。我蛮遗憾收到这讯息的，然后我们就是会依法在法定期限之内提起抗告的。国会立委涉嫌收钱，为前立委陈东山、立委赵政府分别以50万甲100万交保了后，各3名现金立委被羁押。真侪名被告之间的金流往来、权益联络、甲对价关系，拢有待检察官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去年3月份，前立委陈义民指记农委会饲网军假方式，红点名的公司春乐公司就无去接农委会的案。验过联合报调查，即马是报讲，这间公司转去趁代替的钱啊，用比市场更较悬的价销，摕到代替伫网络顶头行销的标案，半年600万。今年5月份的时，佫摕到一年949万的标案，等于是半年内就摕到代替1500多万的标案。来看《苹果日报》，风声讲台新金矿的员工做伙包牌钓头奖，赚15亿。新闻那亲像连续剧，逐工拢有新的发展。因为公司即马是以保护个人资料做理由，爱员工唔通过违反个人资料法，唔好阁对外放风声。中国时报是报讲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涉嫌收乌西、收红包，互反映裁定收押。法官认为讲，这3个人涉嫌犯贪污重罪，若无押会用立委的权势去串口径。法官嘛骂苏振清讲白贼、偷改证据，甲乌西来钱骗讲是借来的钱。民进党即马嘛发出声明，甲苏振清停权，另外国民党嘛甲廖国栋、甲陈超明停权。咱来看详细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调查立委做伙收钱案，经过2天的开庭审理，初审下晡裁定，民进党的苏振清、国民党的廖国栋甲陈超明羁押禁见，那里党中央遂分别甲这3个人作出停权的处分。已经在第一时间决定以党纪处分，然后先停权。这个是之前我们就已经提过。那现在既然这个法院已经裁定收押，刚才我出来之前。党中央的考纪会已经先行做出这个停权的处分。感谢有更加重的党纪处分，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指出，爱看后续起诉的状况，佮请科技会做决定。民进党发言人袁若芳嘛回应表示，法院裁定苏振清羁押禁见，案情严重影响本党的名声佮人情规章，马上停权。这张国会收钱风波嘛，互总统蔡英文伫初时出席民进党青年夜活动的时阵，再度讲党话，嘛重申民进党的精神。如果要升官发财，你就不要走这条路了，听懂了没？每一个世代的民进党的从政者都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叫做清廉、勤政、爱乡土。很遗憾看到发生这种事情，很欣慰的是，行政团队能够坚持守住防线，同时我们民进党团运作机制也都能严格把关，所以最后并没有让行贿或者施压者得逞。行政长苏贞昌虽然感觉危险，但是嘛对公务员还有党团表示肯定。不过，反映初时裁定的涉案8个人内底，刚好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嘛是前立委齐永明以80万交保。时代力量纪律委员会指出，会赶紧通知齐永明，初5教会说明，而且伫会后会做出相关的处置。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高压豆豆在增强，所以天气会比昨昏更较稳定。今日是高温烧热，爱细日过到了后的西北风。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各地拢是这云到好天，透东南风。这方面的花东有局部地渐阵雨。若过到了后，中部以北各地山区嘛爱细日较大阵的西北风。今日全台湾拢是高温烧热，高温是伫33度到35度。后礼拜日到后礼拜二，东边的水汽会起来，伫花东南部规工就会开始落雨。镜头
头来南韩，南韩的中部即阵是当咧做大水，大水嘛造成当地12个人死亡，14个人失踪。大水淹过街路，停伫路边的车辆拢雨水淹去，敢若会当看到车顶，阁有真侪车链铺伫水面。消防人员用手铃船甲受困人拢救出来。南韩中部地区为初开始落大雨，造成中清北道、京畿道、江原道甲首尔拢严重的做大水，造成各地淹水甲土石流的灾情，各有居民因此死亡失踪。有专家认为，长时间落大雨是全球气候暖化造成的。The 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says drastic climate change in the Arctic and Siberia has led to torrential rain in East Asia, likened to butterfly effect. Experts say melting ice and frost in the Arctic cause warm air to push cold air currents to Northeast Asia. 这款无正常的气候，除了造成南韩做大水，日本九州超过70个人死亡。中国的长江流域嘛落了2个月大雨，超过5000万人的受害者无厝通转去，三峡大坝有倒去的危机。即马阁出现暴雨的雨量上济到甲海水的盐分透爆，有可能会影响到南韩济州岛沿海的养殖业，造成水产大量死亡。这款状况捌伫1996年甲2016年发生。南韩济州岛政府捌伫初二召开中国长江大洪水非常对策会议，如果和透爆的海水有可能在8月中流到济州岛的沿岸。在会议内底制定相关的应对政策，另外各用水底监测仪器每10分钟测量汇报海水温度甲含盐量，希望会当较早阻止对水产业者造成的冲击。记者蓝世彤整理报道。昨昏，咱国内阁加一个对境外带病入来的确定病例，是一个50多岁住伫菲律宾的富人人。伊伫菲律宾就有症头啊，啊毋过是伫台湾才检验出来。即马境外入来案例伫透来，有专家就建议讲，政府应该伫机场做入境的总体检。政府嘛有安尼拍算，上紧伫即礼拜会公布。最近新冠病毒境外移植病例继续增加，初四又新增加一名境外移植个案。这个确诊个案是来自菲律宾，是男子50多岁女性，长期住伫菲律宾。7月30出现发烧症状，啊毋过无伫当地看医生，一直到8月初2等台湾入境的时阵，主动告知发烧这症状。机场采检了后，送集中检疫所，这是同步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中，疫调医院咧进行当中，锁定这个案这班机，前后2班乘客。机场采检就送到集中检疫所。那今天确诊，前后2排的这个旅客，我们还在匡列当中。境外移植个案总共384例，机场入境爱普筛声音真济，受外界压力影响，传出这礼拜行政议会要讨论是不是实施机场入境普筛，相信这礼拜会决定。指挥中心表示，机场普筛不一定就用阻隔境外移植个案，佮强调最近已经针对菲律宾入境的人实施普筛，啊毋过过程中一名无症状感染者并无检验出来，一直加上已经过2摆采检，才列出确诊个案。目前有做高风险的国家的入境普筛啊，像菲律宾，从7月26号到8月2号，哈，就是只要没有3日内的阴性证明，是我们国人、外籍人士、有居留证的学生啊、移工啊，这个进来我们都要采检，总共采了183件，普筛漏了1个啊。用来治疗新冠病毒药物的瑞德西韦全球大欠费，传出国内库存量只剩54人的分量。不过最近有国际团队发现，被广泛使用在各项发炎症状的类固醇药物地塞米松，应有效治疗新冠病毒重症患者。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开专家会议，决议列入暂行指引。不过需要经过相关流程才能正式列入，各使用在临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伫全世界即马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800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6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加1例，目前咱台湾是476例，中国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3600多例，日本是超过41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91万例，巴西是超过280万例，印度超过185万例，伫俄罗斯有85万例。
若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已经超过34万例，英国超过30万例，伫意大利有24万例。专家讲，入秋了后，疫情可能会阁压起来。英国政府即马就宣布讲，英国全国的病院要放几啊百万剂的快速体检剂，希望要提悬检验的力头。若伫新加坡，是因已经宣布讲，对8月11日开始，若无爱防集中隔离的人，拢爱挂电子的追踪器。英国为后礼拜开始，会发予境内病院、安养中心甲检测实验室2种伫咧90分钟内，就会当知影敢是有确诊新冠病毒快速体检的工具，刷落来寒人的疫情可能会阁升悬，先量早部署。Well, this is a big step forward in terms of how quickly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tests turned round, and also how widespread we can make tests. 英国伫咧进行疫情爆发的期间，医疗体系面临着真大的压力，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比例是真悬。虽然目前确诊的人数伫咧全球排名第11，不过死亡人数超过46000人，也是排伫咧全球第4。刷落来要发的2种90分钟快速体检的工具，包括580万的 DNA 测试工具，还有45万组鼻仔甲脑后采检的工具，希望伫咧10月份进前，甲每一天体检的量会当提悬到50万人。另外，因为各国小连续开放边境，境外移入个案的风险嘛一直咧加悬，超过53000例的新加坡初三宣布，为8月10日开始，所有无伫指定设施做居家检疫的入境人士，拢爱挂电子追踪器。违反的人会罚上悬1万的新加坡钱，差不多是台票21万。不过12岁以下的囡仔就无伫咧下用的范围内底。香港甲南韩进前已经采用类似的防疫机制。另外，包括新加坡、泰国甲马来西亚，民众即马入去卖场甲餐厅进前，拢爱先扫描 QR code， 输入个人的资料，方便后日一条追踪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是大大影响美国的经济。根据美国餐饮界的统计，美国细间的餐厅可能会因为安尼倒23万间。为德州到加州，为酒吧到各种的小型餐厅，愈来愈侪店家门口口挂停止营业的告示牌。We lost over $500,000 in this restaurant, and I still have a loan to pay it back. So I'm still making payments on that, and rent still goes on, and we have the electric on, so it's still a challenge. This crisis in the U.S. in our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a huge one. I think many more restaurants will fall. 彭博社引用的统计显示，全美国差不多66万间的小餐厅，今年来会有23万1000间倒去，比例是35%。事实上，在这波疫情冲击之下，各个餐饮业拢出现只接受外送甲外在服务，暂时禁止人客入里内底食物件。啊，不过，唔是所有的餐饮业者拢用安尼做。We had no outdoor space at all, so it wasn't, and we had really no takeout business and no delivery. 彭博社报道指出，长久以来，餐饮业是当地经济重要指标，有真济就业人口徛伫备车入场，因为疫情被暂时是头路，虽然是不得已，不过也仰望政府延长纾困期间，互基层民众应渡过难关。I really need the help right now until I get back to work. It's not that I don't want to work. You know, I have tried to find job. 美国中央两大党虽然拢提出纾困版本，不过伫实施对象有真大差别。拄着大选年，也拢有各自的拍算甲坚持。在目前议员是互相指控，并无实际进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日本甲咱台湾最近拢有人收到对中国寄来的图、种子也是菜籽，这个物件互人拢杀无。咱农委会的防检局讲，对7月28甲单，咱台湾已经收到9件，拢是伫网络买物件时，这个物件夹伫内底夹过来的。啊，若有收到的人爱通报，若无通报会真侪。这包大肥王，正面的字是用简体字来书写。一个台北市的民众收到为中国寄来的产品，通报防检局。还有这包混装草籽是为中国寄去桃园市，防检局为7月28到8月初3，拢总接到9件民众主动通报，收到培养土、沙土、肥料、草啊、甲莲花等等种子的包裹。我们收到以后都已经做了销毁的处理。防检局表示，这大部分拢是民众为电商平台买其他的产品的时阵所送的物件，初步鉴定拢毋是网络顶咧流传，会造成严重过敏反应的大死草。除了呼吁民众爱避免对外国买实物甲图，若有需要买入来台湾，嘛爱通报。若是违规，会罚3万至15万。另外，嘛会请电商平台毋通卖或者是送这检疫的物件。
我们就是也要特别跟电商平台沟通哈，就是有这个检疫物的话就要屏蔽哈，那这个是不能这样子直接寄的哈，要就是要依据我们的检疫规定跟我们申报。台湾甲美国等等的所在，最近拢收到中国寄来不明的土肉，或者是精致的包裹。农业部门强调讲，都爱消费才袂影响到生态。不过这敢是涉及到生物攻击咧。美国官方认为讲，目前的证据显示，真有可能是网络咧卖物件的人，为了增加伊好的评价，甲物件寄去假的住址，再搁上网，互伊家己好的评价。透过这款的手段，谁人来买伊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发生大爆炸，造成上千人死伤。美国总统川普认为讲，这将有可能是一场攻击的行动。目前知影受伤的人嘛，包括德国、芬兰伫当地大使馆的人员。来关心北韩惠山市嘛有发生爆炸，上无是碰10届是连续爆炸，有造成9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北韩的政府是调查，认定讲这是因为有人无细致造成的，所以嘛已经去抓人。中国国有新的疫情长底传、长底流行，是新冠病毒。即马长底看，这是予糖去加掉了后引起的疾病。目前伫江苏、浙江、安徽拢有，今年上无已经有62个人去挖着，其中有7个人死亡。来关心咱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甲华府的媒体见面饮茶，有讲到美中的冲突。伊讲咱台湾毋是倒一边手头的牌，咱台湾未来会推设台美双边的贸易，互两边的高层会当互相访问。到美国就任满10天，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找三甲华府媒体饮茶，伫美中关系战当中，亲像即摆川普拼选战，倾向反中拍台湾牌。未少学者提出警示，台湾爱细致，唔通正做大国的棋子。萧美琴认为，台湾有家己的国家利益，唔是倒一国家的牌。我觉得台湾一向都不是谁的牌啦，哈。那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国家利益。那在我们的国家利益跟美方是谋合是重叠的地方，我们就会努力的去让我们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我们希望推进的目标能够获得美方的回应哦。伫面对中国战狼外交甲美中两国竞争压力之下，讲家己是台湾战鸟的萧美琴讲，会以另外精神为台湾拓展生存空间。最近台美关系升级，外交部要开放驻关岛办事处，按算8、9月会复关。目前在跟美方在协调赴任的这个时间，要有关我们关岛这个赴馆的一个日期呢，大概是8月底9月的时候，目前要看这个疫情的一个状况。要派驻关岛办事处处长的陈兴仁，要派驻美国芝加哥甲洛杉矶等外馆，对美国事务尽责。未来台湾伫美国驻馆处数量也增加到13个。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伫台北宾馆有开放，互民众去悼念前总统李登辉先生。昨昏咱总统蔡英文又搁去一抓，若前副总统陈建仁，甲拄啊上任的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嘛拢有去到位。咱的海外代表处嘛有设所在洪队士，日本的头人嘛拢有去悼念。前总统李登辉过身，总统蔡英文初时早起，搁去台北宾馆行礼对书，搁看民众流会以及李前总统讲话影片。到初三已经有7000多位民众来悼念前副总统陈建仁，缅怀李前总统是台湾之父、民主先生，盼望伊能继续守护台湾，让台湾更较好。我希望李登辉前总统在天之灵能够继续守护台湾，让台湾能够更加的美好，也能够朝向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民主的、法治的、人权的国家迈进。新上任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表示，李前总统是个贵人，1997年将伊提拔做行政院新闻局长，然后做外交部处长，大大阵容不到50岁人做政务官。李前总统的气度，让伊非常感动。非常感念当年这个李前总统把一个不满50岁的一个事务官这个让我有机会学习奉献，所以是充满了感恩之情。
另外，驻外大使馆甲代表处也拢设对事场所，纽约代表处放李登辉所写的册互民众看。日本代表处有真侪位重量级政要去对书，册衫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亲身来悼念。现任副首相进入代表处是真罕见。另外，前首相森喜朗、首相安倍晋三的兄弟众议员岸信夫也拢到场，外口各民众排队入场对书。总统府已经公布地上人员名单，有副总统赖清德、前副总统连战、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等32人，也开会甲家属讨论后续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已经宣布，新的总统府秘书长是由海基会的董事长李大为来接。若海基会的董事长啥物人要来接？有媒体即马点名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讲伊上届适合。伫苏家庄因为孙仔苏进清食钱风波无头路了后，蔡英文总统初三宣布，由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接任总统府秘书长。若海基会党做的课，目前适合来接的人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就去互点名。我想总统会从各种方面做最好的安排。根据媒体报道，政党人士指出，蔡总统是较愿意非绿营背景，政党分量有够，而且了解两岸关系甲中国的人来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宋楚瑜有符合这个条件，嘛是两岸之间红、蓝、绿阵营拢有沟通管道的人物。我在这边非常明确的说，我没有讲过这个4个字，更谈不上我主张要用1国2制的香港模式来处理未来我们两岸的关系。不过，学者认为讲，两岸目前是断线的状态，海基会董事长的变化，并不是两岸关系好歹的指标。具备这些要素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两岸领导人的决心。只有那个地方到位那么海基会董事长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吴介正认为讲，海基会现阶段的功能是处理事务性的工作，比如讲服务对象绿保为主，所以董事长由什么人来接，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意涵。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警察局有一个副组长，名叫做林正宏，去互指控讲，伊收电动机仔业者嘅乌西钱572万，嘛互判16档的有期徒刑。本地是昨下晡，伊爱去加报道，结果互发现伊跋落爱河，好佳才有救起来。毋过检方讲，伊出院了后，嘛是爱去坐驾。救援人员将渡水民众送去救护车，不过这人身份并不单纯，是涉嫌收乌西钱、要入监服刑的前高雄市专勤组的副组长林进宏。根据伊朋友表示，林进宏捌还简讯回，讲家己是被冤枉的，表示要以死明志。想要到初四下晡2点，要入监进行2点钟，就发生意外。我们到场之后，他身上已经有救生圈，那我们运用我们的双节梯下去，那将他带上来。根据了解，初4早起林进宏甲厝内地人讲要出去买物件了后，就离家唔知去倒位。没有多表达什么话，因为在送医的过程中，他也大概只是表达说身体哪边有痛。法院判决指出，林进宏的长官李世昌伫2011甲2012年做高雄市警局行政科专勤组长，负责处理跋筊性电源甲色情。他透过以一个姓平甲姓叶的警察，向高雄市20外间电源业者，按每个月收40到80万块乌西钱，互电源业者用闪票查集，佮将一半的钱交予当时专勤组的副组长林进宏。两人总共收20外摆钱，总共是1144万。李世昌因为自别犯罪，佮交回全部犯罪所得，被判6年4个月徒刑定验，已经入监服刑。另外，林进宏是判16年徒刑，褫夺公权6年，宣告没收572万。由于医生建议住院继续观察，故本署检察官已指示警调人员在旁戒护，并综合考量被告之身体复原状况后，为适当之预知。林进宏威胁案甲即马议员强调，钱拢是李世昌收的，是对方无限互家己。检方表示，该互待狱当中的林进宏会依法处理，但伊出院了后也是爱入监。记者综合报道。
那新北市树林派出所21岁警察杨丁豪是骑奥拜出勤的时，去互一个17岁无驾照的少年给弄着，因为脑部严重受损害，医生判定脑死，所以伊的家属已经决定把伊的器官捐出来，把伊的爱留伫人世间。21岁警察杨丁豪倒伫咧病床的为5楼的加护病房刷去3楼的手术室做器官捐赠的手术，警察当时嘛伫咧边仔甲护送。杨丁豪初日透早骑警用的机车出勤处理相拍案件，经过新北树林大安路甲俊英路口，去互17岁姓张骑奥多摆无照驾驶的人为北道边弄落，头壳受伤真严重，送病院了后有救倒转来。也那个弄着的少年，伫因妈妈的陪同之下去病院，规路头咧咧，一直甲血失咧。毋过姓杨的警察因为脑干功能无反应，病院判定脑死。家属是真毋甘，尾手决定签署器官捐赠同意书。经过医疗的程序，已经2次判定脑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感谢家属愿意遗爱人间，然后完成这个器官捐赠。这一次的捐赠包括心脏、肺脏、肝脏，还有肾脏，然后角膜、胰脏，然后血管、血管，还有瓣膜。所以整个来讲，受惠的人应该会超过10个人以上。姓杨警察的家属认为讲，若是捐器官会当帮助更较侪人，相信这是伊做警察上大的心愿。针对警察出勤，说去互无照驾驶弄着，有立委按算要推动修法，订定优点和条款，加重无照驾驶野代志的刑责。我希望能够把无照驾驶致人死伤的，就像酒驾、毒驾一样，把它纳入我们刑法里面的，这有一个不确定的杀人故意。立委叶玉兰表示，无照驾驶致死死亡的车祸案件，是比啉酒开车弄死人的案件要更较侪。根据内政部105年到106年的统计，啉酒驶车有301件，车祸意外有369件。其中少年人车祸死亡的案件当中，无照驾驶就占2/3。呼吁爱修改刑法185条之3，甲无照驾驶纳入去刑法，而且针对未成年无照驾驶致死死亡的案件，法定代理人甲监护人拢爱做伙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因为烦恼疫情搁行起来，台南市政府已经宣布讲，对昨开始爱保持社交距离，爱挂嘴安。即马是有2礼拜的宣导期，了后就会强制规定，若违规的人爱罚钱。另外，台中市政府嘛去稽查业者，看业者敢有做好防疫。台中市长罗秀燕亲身带队，初时下晡去西屯区这间 KTV 稽查，因为国内最近有新增加感染源不明武汉肺炎确诊个案。台中市启动挂嘴案甲实联制查察专案，头一波优先针对中央宣布的电梯、补习班、电影院、读册中心甲 KTV 等5个场所，以柔性劝导的方式来展开稽查。市民朋友生活照旧，可是我们希望大家在人潮聚集比较多的地方，大家能够戴口罩。那另外有一些娱乐场所，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实联制。面对市府雄雄做稽查，业者煞唔知要安怎反应。员工赶紧伫咧门口甲电梯外口搭着爱挂嘴暗的告示，要求消费的民众嘛爱伫咧登记的簿仔留因的名甲电话，提供后手会当追踪。也那台南市政府嘛要求各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伫咧室内的场所都爱拢挂嘴暗，或者是保持社交安全距离。2礼拜的宣导期了后，就会强制规定。既要戴口罩，又要维持社交距离的话，我们也会遵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要求。如果疫情逆转、急转直下，变得很严重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变成直接要开罚。虽然疫情又搁变甲较紧张，地方政府开始加强防疫，也那民众嘛拢愿意配合。好啊，好啊，很好啊，预防别人，保护自己。医良善良。嘿啊，无是应该是爱治就对了。台南市政府目前嘛正咧研究爱挂嘴暗的场所，公告实施期限2礼拜了后，若违反规定的人，会以传染病防治法来裁罚。台中市政府目前是以劝导为主，还未做处分。未来会看疫情的状况来调整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的农友馆真受欢迎，也毋过有业者是反映讲，农友馆要甲政府换现金转来1个月只有1摆时间，若是万事卡补着，搁爱等1个月，真费气。所以农委会即马已经决定讲，要改做半个月1摆，方便业者转现金。
7月15开放使用农游馆，真侪民众拢摕农游馆去农会买农地产品，也是去观光工厂等等的所在使用。分任这间牧场来讲，短短半个月内底，干那是靠农游馆就已经超过200万的营收，人潮嘛增加5成。我们到就是1个月之后才可以请款这样子啊。如果是以在武汉肺炎期间没有生意做嘛，现在才1个月，这个我们业者也已经很高兴了啦。消费的部分超5700万份来伊这销售金额呢，超咧144万外呢。有业者表示讲，农游馆是发500万张，每张收250块，但是使用的民众是真侪，这2-3礼拜增加超过100万营收，不过要等后个月才会当兑换现金，恐惊造成业者的压力。目前农委会会甲申请兑换现金的时间缩短。就是很多人拿3倍券跟农游券去购买，那他有现金上的压力，第一波核销的，那就是说7月份本来我们是跟我们的合约的厂商。是1个月拨付，可是就是说，因为大家对这农游券太热门了，而且就是合作厂商很多，有这样需求，所以我们改成2个礼拜。农委会副的处是表示讲，农游馆是今年1月开始规划，迄时阵是考虑到政府会计核销的流程是较严格，为着免予业者一摆甲一摆的核销，才决定用1个月1届的方式。即马店家若是有资金周转的压力，嘛通改做2礼拜1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台中太平马分场伫日本时代是分礼拜交易中心，为着要互民众认捌这段历史，国公所甲学校合作推出绘本，要小解台湾薰草产业的发展。薰草园的小精灵是太平区公所甲勤益科大共同完成的绘本，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多本故事，互民众了解太平以前种薰草甲栽培的历史。我们希望说，结合我们的历史建筑太平买烟厂，把我们的历史建筑的买烟厂的故事结合我们的绘本所以我们有以烟田里的小精灵这样的绘本故事透过我们大型的绘本的制作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买烟厂的故事。绘本主角古水的小精灵详细解说薰草的制作过程，为种植、采收甲看守，互小朋友会当熟悉薰草的发展历史。这本绘本这个跟勤益科技大学共同合作，绘制，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认识太平的文化、太平的历史。那我们希望这本书呢，未来也可以典藏在所有市立图书馆、我们的分馆让我们的台中市的民众能够了解自己在地的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嘛是地方的共同基地。透过绘本重现太平过去种薰草的状况，嘛见证过去文化产业甲生活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旧历6月24是关帝军节，桃园大企业普济堂逐年拢会举办庆祝活动。上届特别的是，各种行业都有家己的顶头，咱做伙来看卖。大喜大喜，圆满成功！放起马炮代表今年大起大喜的活动正式开始。30外当地社头精彩的了境活动，和民众感受关圣帝君暖寿的热烈气氛。农历的6月24号是我们关圣帝君真正的诞辰日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都能来这边参拜关公。这2周当中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活动，包括表演，包括市集。那我们今年在疫情之初也担心说下半年会有很多的活动无法进行，所以做了一个关公 online。主办单位推出线顶了境的互动体验，和民众透过网络嘛会使感受到祝福。我感觉这大喜变一个最好的品牌，这个品牌是甲传统文化、甲现代的元素甲做伙，甲传统的信用变一个生活中少自然的代志。想要了解台湾的民情，也是台湾的社会，这个也是甚至台湾历史，这个代志拢需要为信用、为宗教开始。传统信仰唔但需要保存，而且爱可以活起来。2018年，刘金荣开始规划大起大喜，用以规划展览的专场，甲原本2天的了境变成2礼拜的节庆活动。唔但在地人参与，嘛有侪侪外地民众来亲身体验这场宗教盛会。记者杨淑晴桃园报道。
新闻消息来关心，疫情一直在变化。即马教育部较烦恼的是，过剩20多天，学校就要开学啊。所以即马要甲疫情指挥中心斟酌确认疫情的变化，来规划开学了后学校内底的防疫措施。全国高中校长会议举行北区场，300多个教育人员做伙去海大附中。喷酒精消毒、刮喙罨、用红外线磅体温，基本的防疫拢有。不过人真济，座位隔无1公尺半，嘛有校长甲喙罨摕落来。主办单位有提醒爱挂好。有校长讲，防疫期生活了后，有淡薄仔放冷。目前休热学校辅导的课程，学生的喙罨嘛拢强要挂袂掉。舒服的时间我们实际上对学生戴口罩的要求也随着疫情的控制，我们有一点松懈了，但是我们会再次提醒。我们现在就是开冷气的话，有要求他们要开窗。前一波疫情，台湾做了袂歹，台湾是全世界少数也会当维持实体面对面上课的国家。不过最近1个月，境外移入的案例有明显增加，搁连续有3件感染源不明的案例，烦恼疫情可能会有变化。已经有高中伫咧讨论开学了后防疫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洗手啊，然后不共饮共食啊，然后戴口罩啊，然后就是量体温啊，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再把它恢复。跟 CDC 在确认新一波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再一次在开学前有一个更螺丝拴紧的这个做法。高中校长讲，政府有持续发喙罨甲酒精去学校，物资是无问题，加上顶半年有经验，即届要开学是袂烦恼。只要指挥中心甲教育部确认敢是要恢复严格挂喙罨等等的规定，学校这边一定会全力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的影响，有一寡机会无法度外销。若准全部拢内销，嘛惊会去拍歹国内的饲草，影响计销。不管如何，食在地、食着时，乡亲即卖当加食海产斗小头。疫情转好了后，来市场的人慢慢啊变多，各项农渔产品的市场需求嘛对咧提升。只是原本外销的机会，嘛因为疫情影响到计销，转倒转来销国内市场，但是货量变多，影响到国内渔业产品的计销。今年的计销有比去年较棒，所以即阵现面的计销，市面上是讨伫43块。渔民表示，渔温的产量其实逐年拢差不多，因为去年的寒冷较少落，互产季的鱼仔提早就市，佮加上疫情的影响，互前半年的鱼货拢积极做伙，才会出现产销失调的状况。我会认为是暖冬，那让越冬鱼的迄个存活率增加。那过来第二冬的是因为咱今年因为咱这武汉肺炎的关系，那让疫情就是讲咱外销的部分可能有小可。伫咧进前的时候，小可锁住掉。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目前7月就市的沙巴鱼以高雄甲屏东为主，计销来到1斤34块。也若是南面台啊，主要是靠外销，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大。那其实今年的虱目鱼的外销量还比去年同期还成长了17%左右。那台湾鲷的部分与去年相当。那不过因为受限于国际整个鱼价普遍比较不好，那所以我们相对应的国内的这一些水产品的鱼价也比较平稳。渔业团体表示，8、9月以后，市场的产销会慢慢恢复。因为配合疫情的饲养政策，所以年底的鱼量可能会减少。目前市面上的选择多，计销嘛俗，呼吁民众会当加食寡鱼仔。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接落来嘛举办活动，希望会当吸引民众来加买寡。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本看榜，咱来看江浙少年家嘉义 B-box 台语嘛有。今年41岁的郑君涵是专业的口译工作者。4当前，伊开始找出家己的母语，对台语老师学正音、学家字，嘛用台语来搬戏讲故事，互囡仔听。用伊对声音的专业来传承母语，嘛用各种声音甲台语表演甲夹做伙，互台语表演更较深刻。你敢有听出来？这是台语的 B-box。简单对一字台语的拍，就会使想出足侪和拍有关系的词。带落啊，出棍安尼猫落去，安尼猫落去，哦，个木金敲卡。用声音做表演已经16年，这是郑君涵的专长。不过用台语 B-box 也阁是头一摆。
除了华语话，这台语嘅客话，才是我真正我爸爸妈妈应该传落来。我这2-3年发现，我有一个方法会使甲这个台语，互较侪人知影，嘛会使来用台语表演啊，台语的表演嘛会使足丰富、足趣味的。哇，这敢是真的啦！今年41岁的朱君贤，大家拢叫伊大钱。4年前，伊开始找找家己的母语，拄开始用台语演戏的时，也拄到未少挑战。我想讲我台语足好，结果迄剧本拍开，我是要安怎讲这个话啊？所以迄阵就是华语甲台语掺咧安尼讲这个故事啊，所以迄阵吼就讲较足袂认得啦。一讲袂认得，我就马上换华语安尼。对口技专业组用台语演戏，大钱还头登去修正家己价值，伊也用台语讲故事。即阵已经是袂少囡仔兄囡仔姐拢介意的大钱哥哥。但是我都会枵啊，我就去厝边。迄大家囡仔就专心咧听我讲故事，要毋过这爸爸妈妈伊嘛就专心甲我看。哦，两尾目睭直直看，我就会紧张啊，就讲是毋是我头拄个讲唔对啊？会使用表演方式，把这台语的水传出去，啊，互囡仔子嘛听会出来，嘛看会出来这台语。哇，这台语遐趣味，我嘛爱学，我嘛爱讲安尼。大钱对母语出发，未来伊讲伊要继续用台语设计新的表演，互人感受台语真创新的一面。记者阿明金丹保罗台北报道。伫日本，因为厝较细间，所以洗身躯拢用人的较济，无法度浸烧水，浸甲规身躯拢真爽快。所以日本人有真侪人嘛真介意去公共浴巾啊送一个。因过即马受疫情影响，连公共浴巾的生理嘛减一半。洗净身躯，搁去大液池内底放松。公共浴巾是日本传统文化之一，即马也因为新冠病毒受影響。半分以下のお客様に、なった時期もありました。ただ今月に入って少しお客様の方も回復はしてき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ただ今週先週と人数の方も増えてきておりますので、厳しい状況は変わらないです。浴巾在当地已经流行几百年。昨年日本人厝内底有洗身躯的所在无济，真侪人爱去公共浴巾。转型时期当地有上万间，啊，不过即马浴巾真普遍，去的人愈来愈少。即马全日本只剩2069间。东京大学汤进前为托展客源推出真侪新的服務，亲像戏劇表演、現場音樂演出，也有瑜伽課程。とても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よ。甚至有的改成归厝，吸引较侪顾客。只是这努力过去1个月被重重打击。业者原本打算将另外一间柜已经改起为旅馆甲餐厅，即马也只好换停。另外一间也伫当天有志汤，是以店内10几只鸟啊，也有大型铁道模型出名。何か特徴を持たさなきゃと。要するに内風呂のお客様を逆に呼び起こすと。家のお風呂じゃなくてこっちいらっしゃいよと、そういう考えでやってましたから。柳池塘附近30派已经拢已经收起来，第4代头家依然咧拍拼，只是顾客数量也是因为疫情落5成。业者也承认，短期内要看到人潮回流无介可能。传统已经伫时代变化甲疫情夹杀当中，求生真做搁较困难。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听到蛇就惊，也毋过专家讲，除了有少数一寡蛇有毒，其实大多数的蛇拢无害，嘛袂去共咬。等到是因为咱人看到蛇会惊，先甲拍，才互蛇咬着。嘛有一寡人介意食蛇肉，掠蛇做补药啊，所以现此时有一寡蛇已经出现生存的危机。工作人员将受伤的蛇真细致掠出来，由兽医为检查详细。这是乌干达野生动物保育教育中心3年前伫起教堂时发现这条蛇，将伊拍成重伤，好在动保人员及时将伊抢救落来。They beat up the snake, they cut off its tail, and they also almost cut off its back. 到即马，动保人员也阁定期为这条蛇做检查。专家表示，乌干达蛇类丰富，有100多种，其中有毒期是真少。乌森林饭食称，加这喷开蛇就是少数的毒蛇。专家强调，不管是有毒无毒，蛇未主动攻击人类，伊一般被惊扰了后会渐渐离开。所以看到蛇，只要是打草惊蛇就会使，无必要去伤害甲打扰因。People fear them because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m. And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actually all snakes are
are venomous, which is not factual. So we are losing so many of them because of such wrong perceptions. 蛇除了常常被针对误解伤害以外，部分种类被人掠来食，甲摕来做药啊，大个所在大量消失，数量减少真济。亲像蟒蛇伫中国已经直接极度濒危，蛇是生态系统当中重要一部分。蛇毒中的活性成分也是宝贵的药物来源，呼吁人类应该甲蛇和平共存。记者综合报道。 食蛇无稀罕，无人食海龟。伫西非的塞内加尔，因为有食海龟的习惯，若保护团体是一直伫宣导讲爱保护，嘛甲渔民讲，互因了解海龟对海洋的重要性。所以即马食海龟这个习惯嘛，豆豆啊咧改。 塞内加尔西部都市若安勒法九特沿海保护区内，各种动植物真多，这是海龟的天堂。每年6到10月之间，常常看到的青龟甲红龟，为维多礁向南沙移到真内亚比索期间，会伫这海捕生卵。不过过去海龟肉因讲是当地渔民重要食物甲收集来源。虽然当局早伫1986年就禁止掠海龟食，过去20年之间，海龟数量也是减少3成。2004年，民间团体甲地方政府决定斗阵成立海洋生物保护区，加强宣导保育海龟的重要性。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the turtles, I'm talking about the role they play in our ecosystem. If they're no longer there, it can upset the balance and harm fish in particular. 即马为少塞内加尔渔民加入保育，今年6月，一群少年人掠到一只900公斤的大海龟，当时就决定将伊放走。 Waaw léegi dinañu jàpp ay nduumaar saaba saa quoi mais buñ ko jàppee comme dañ koy sànni ndaxte ñu lekk ko tamit. 巴西里面热内卢有一只细只的海虾，也就是做头鲸，放下伫海捕，救援人员甲志工将伊撒入大海，各由消防队员以船只引导伊游向南大西洋。这只海翁就恢复生机，因为针对乌贝掠伫1960年代用要消失，透过各地之间大力保育，数量倍升，目前已经自濒危物种名单除名。记者综合报道。 气候反常，即马全世界天气拢愈来愈烧热，尤其是大都市，因为建筑物较密，还有交通甲树材较少的关系，会产生热岛效应。都市的温度拢比庄卡加3度到8度，所以法国即马有专家透过加种树啊，无就是甲厝尾顶插做白色的来降温，那效果有影袂歹。 日头赤炎炎，带伫厝内吹冷气上介凉。巴黎大楼厝顶空调冷凝器常咧排放着烧气，事实上也有交通运输污染所产生的电力，造成了城市热岛的效应。 Often dubbed a silent killer, heat waves claim more lives than any other natural disaster. Dangerously hot days can also lead to a spike in death rates by 14%. 伫巴黎东北部郊区奥贝维埃，最近为了要让城市降温，是用较强的方式来种树啊，初步效果是袂歹。较早这是一个品质无好的停车场，而且点仔角落或者涂骹搁较降温。Ce sol est perméable. L'eau s'infiltre directement à travers. Donc regardez si on renverse de l'eau sur ce matériau de sol, ça infiltre dans le sol. Donc elle rentre directement dans le sol et l'excédent qui n'arrive pas à s'infiltrer très rapidement est récupéré et stocké dans le réservoir qu'on a créé au milieu du site. Et ensuite, il est redirigé vers les arbres pour les alimenter. 巴黎东南方郊区的普罗瓦，未来会使看到愈来愈侪白色厝顶。Si j'avais à expliquer mon métier à mon fils de 10 ans, je lui expliquerais que papa va sur des toits de supermarché pour mettre une sorte de crème solaire sur le toit du supermarché pour que le supermarché ne souffre pas. Cette peinture, c'est pas une peinture blanche lambda. Elle a la particularité d'être t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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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nche. Elle va refléter 95% de la lumière du soleil. Et cette lumière ne va donc plus se transformer en chaleur, mais va être réémise dans l'atmosphère. Elle va repartir de là d'où elle vient.
最近这几年，大家拢在想办法，要安怎让城市降温，不如讲是去喷水池、加装地下水管，还是种树啊等等。希望讲以后热天莫管咧烧山焰火。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比昨昏更较稳定淡薄啊。日时高温小热，不过伫遮方面的花东有局部地渐阵雨，其他所在是喺细日过头了后的西北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大岛是27度到34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娜。今仔日要介绍的是这只足够爱的鸡。唔是啦，是要讲鸡的龟，鸡龟，鸡龟，汉字写做鸡龟，罗马字写做哥的鸡，哥为龟。鸡甲龟拢是第一条，鸡龟是鸡的食道的一部分，伫鸡的颔管内底。鸡龟 Q 润润，无啥会破，所以较早若是有胎鸡，囡仔也会甲鸡龟摕来分烘，也是滴水来耍，后来用树林做的七颗米。会当分甲大，咱就甲叫做鸡龟啊。分鸡龟啊，就亲像我安尼，甲鸡龟啊用嘴分好大了。有当时啊，卖用伫形容人的身材，讲一个人的体重增加圆。像讲乌沙人结婚了后真幸福，因看呢，逐工煮好了的，伊规个人吼，亲像分鸡龟啊共款，好上起来。也毋过分鸡龟啊，减一个啊，有另外一个无共的意思。分鸡龟就是碰风臭蛋的意思。若是一个人定定讲话无实在，用无影无热，也是喊过的代志。讲家己偌敖拄偌敖，就会互人讲是鸡龟仔仙，搁较歹听就是癫痫啊。意思甲这相我的俗语就是：碰风水鸡太无肉，就那像这只水鸡看起来足胖足大只的款，想讲肉一定足济，结果一抬落去，切！还阁有一句热气仔话，变数字。
单字啦，奇怪，哪会有人伫臭毛毛的便所内面单字啦？就是咧讲人臭单啦。溜鸡龟，鸡龟啊，分鸡龟，变仙啊，碰风水鸡太无肉，便所里单字啦，臭单。分鸡龟啊 ，OK。分鸡龟爱碰风，唔通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